CID 中國香港分會嘅主席。咁我代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下國際舞蹈理事會主辦世界舞蹈日 CID 2025中國香港全港舞蹈公開大賽。呢一個係唯一係全球認可嘅大型活動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。國際舞蹈理事會啦 ，CID 係唯一全球官方認可組織，職業及業餘各種舞蹈國際認證證書考試。歡迎大家周上面係嚟臨呢個展藝舞蹈學會嘅比賽啊！咁我哋學會裏邊咧係主辦咗幾耐時間成立咧？係1989年成立嘅，即係到今已經係幾十年嘅光景㗎啦。咁我咧就年齡就唔俾大家知嘅，但係跳舞咧就40幾年㗎啦。咁嗰啲 qualify 嗰啲唔講啦，唔係。咁我喺呢個圈子咧都成即係40幾年啦，做由呢個80年代開始做裁判。當年咧就係90幾年嗰陣做業餘嘅世界職業裁判，但係現今咧就做到咩咧？咁啊大賽先會出嘅，細賽都着兩啦嚇。咁希望咧我哋借助我依家嘅收成咧，就去即係學習嘅收成咧，係希望各位由我展藝舞蹈教嘅同學咧係全部成長。當年我由7年開始上堂啊，授課咧，英國授課咧，都成20幾年嘅啦。不斷學，不斷進修，不斷學都要進修。咁啊，從中學習嘅過程裏邊咧，當然有喜怒哀樂啦，係咪？但係最後一定有個收成喺度嘅，所以一定要借在拉丁舞標準舞學習嘅態度、專注嘅能力，令大家成長。咁我80年代嗰陣時咧，我亦係呢個公務員嚟嘅。咁我警察部咧都做咗成9年。咁我就因為搞啲學會之後咧就好成功，咁所以我辭職就冇做到啦。咁嗰啲由呢個開始裏邊，由70年代尾嗰陣時咧就開始教跳舞咧，都有30幾年嘅啦。希望帶大家衝出我哋嘅範圍，形成個世界賽手。我哋上一次比賽嗰陣時都有幾位同學參加公開賽咧，係同啲外國人鬥咧，都攞到名次嘅。